我嘅夢想係成為一個國際步練團隊嘅鋼琴手。我嘅夢想係要食好多好食嘅嘢。我嘅夢想係一位消防員。我嘅夢想係3隊足球隊，好似教會嘅 Triple S 咁勁。我嘅夢想就係一個人孭住個背囊去環遊歐洲。我嘅夢想係成為一個出色嘅空手道運動員。我嘅夢想係進軍科研，用科學去榮耀神。耶！我嘅夢想係養到成屋都係狗。我嘅夢想就係用我所做嘅蛋糕去換取更多人嘅歡笑。我嘅夢想係要做個好老公。Yes！ 我嘅夢想係喺1萬人面前唱歌。我哋嘅夢想係走進人群，年底爆一組。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嘅夢想係希望成為一個太空人，而家嘅夢想希望嫁個有錢人。我嘅夢想係住養狗養翻狗。我嘅夢想要成為一個。Hello， 我係子欣，咁咧我返咗教會好多年啦，咁咧我真係當主恩會咧係我屋企嘅，咁亦都當牧師咧係我老豆嘅，咁咧我喺呢一度咧喺咁多年嘅服侍咧，我揾到自己啦，亦都揾到我嘅夢想，咁我好想咧你哋都可以揾到自己嘅夢想，咁咧我而家咧就即係從事創作啦、電影啦都可以叫係呢啲嘢嘅，咁亦都好開心今年我可以同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啦，一齊有呢個夢想嘅人咧一齊去行呢一條路，可以咧去實踐我哋嘅夢想，好想咧你哋都可以喺呢一度揾到自己嘅意象，揾到自己嘅理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viana，咁咧喺主恩會職區，而家咧係做緊一個喺銀行裏面做一個 associate 嘅職位啦。咁感謝主啦，透過主恩會咧，我聽過林春和牧師咧所講，佢捐咗奉獻咗自己1層樓咧，咁佢今日咧就得到7層啦，咁仲有3層咧，神咧仲會繼續俾佢嘅。咁聽完呢個見證之後咧，我就上一年咧都好堅持咁樣咧奉獻超過1/10。咁透過主恩會俾我呢個見證咧，咁咧我咧就喺神裏面咧擁有咗好大嘅祝福，包括有我嘅職位啦、人工啦、工作能力啦、公養父母啦，好多。咁希望咧你哋都可以喺主恩會裏面咧得到你哋嘅夢想啦。大家好，我係何迪，係主恩會嘅其中一位組長啦。我返主恩會咧大概有7年嘅日子。感謝主啦！我喺今年嘅5月咧就加入咗警隊，成為見習督察，就實現咗我多年嚟嘅夢想嘅。作為個人而言啦，我覺得一個地方嘅好與壞咧，除咗建基於當地嘅法律同埋執法者嘅質素之外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咧都同呢個地方嘅人嘅素質係成掛鈎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嘅意象就好希望主恩會咧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咧，係有機會去成為荃灣區嘅一個地標性嘅建築啦，係繼續住培育住人生命嘅工作。而我自己啦，可能喺將來日子裏面咧，未知有冇機會去被調派到去荃灣區去做指揮官嘅工作啦。但我希望我都可以繼續係喺我嘅工作上面咧，係做到維持社會治安咧呢方面嘅工作咧，係出一分力，係做到一個相輔相成嘅作用嘅。今日主恩會14週年會慶，我想大家同教會講一聲生日快樂，好唔好？我數3聲，然後我哋一齊講主恩會生日快樂，預備，1、2、3，興起發光，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，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，至小的族要加增1000倍，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。我耶和華要按定期促成這事。